蝦咧係好新鮮嘅一，哎呀，sorry 對唔住。呢咁樣冇位擺啊！係啊。店員非常好喎，見到我哋有成12隻咧，跟住然之後分開晒3人份咁樣擺，但係我哋冇諗過原來3份都係你嘅。轉個眼又唔見咗㗎啦。OK， 升得快，升得快。食咁多嘢就當然好爽啦，但記得要錫住你嘅身體啊，因為好多時你食完大餐之後咧，都會出現胃酸倒流啦、胃痛啦或者胃脹等問題嘅。而好似我自己咁啊，經常要拍片剪片，係會有食無定時嘅。咁再加上壓力大咧，好多時候腸胃都會有翻一定嘅問題喺度嘅。咁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去睇醫生啦、食藥啦。咁我會視為係治標嘅方法嚟嘅，係短時間去改善到、減輕到痛楚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想食藥，我驚長期依賴咗藥物，想治本嘅話呢，我就覺得要從根源開始入手啦。GastroCare 胃輕鬆專門針對反覆性胃困擾，但係咧佢唔係胃藥嚟㗎，而係一個天然成分、長效護胃嘅保健品，從根源去解決胃痛、胃酸倒流、火燒心、胃黏膜損傷、消化不良同埋乳糖不適等困擾。30分鐘就可以改善胃不適。胃輕鬆就含有日本專利嘅益生菌 LJ88，LJ88 係專門針對胃部嘅健康益生菌，已經獲得日、韓、美3個國家共5項專利，都有多個科學研究證實佢嘅功效。只需要服用2星期就可以抑制幽門螺旋菌，服用3星期就可以改善胃酸倒流。另外仲可以減少胃酸分泌，修復胃細胞，放鬆胃肌肉，擊退胃脹痛，由根源徹底解決胃部不適。另外，胃輕鬆亦加入咗13種腸胃益生菌同埋19種消化酵素。13種腸胃益生菌可以增強腸胃免疫力，改善便秘腹瀉同乳糖不耐症。而19種消化酵素就可以將食物中嘅糖分、蛋白質、脂質消化及分解，增加腸胃道嘅營養吸收。嗱，我俾個小建議你，如果你放保健作用、長效護胃嘅話呢，基本上你每日食1至2粒啦就 OK 噶啦。咁但如果你有嚴重嘅胃問題啊、餐後腹脹等問題啊，咁我就建議你每日食3粒，食夠2個星期呢，就可以有效改善你嘅胃部困擾問題噶啦。最後講多次啦。胃輕鬆咧，去幫助你長效護胃嘅同時咧，佢並不是胃藥嚟嘅，佢冇任何西藥成分，所以咧係唔會造成任何副作用，亦都唔會有任何依賴症狀嘅。去到萬寧你就會可以買到噶啦，希望佢都可以幫到你啊！